用这个哈，你看纸箱、纸盒子加木板加那个，它上面加了那个剩下的那个纸环。这个哈太贵了，这摄影机那个三脚架太贵，用那个五金行卖的那个问号型的弯钩也可以转进去啊，固定。这个是尼龙绳，好像那个小雨衣也有那个尼龙绳可以用。这个好像是那个无筋绳的，但是太松了，松的声音不大。这个可以转，然后你抓紧，声音就不一样了。放开松，声音也不一样，松紧度不一样，声音也不一样。你看这个，把它撑高的。